好啦，各位同學仔，咁咧就今堂咧，我哋就講呢條咧，就係華羅庚杯啊！啊，聽到華羅庚呢個杯咧，就知道啲數學比賽咧好難嘅吓。咁啊，一啲嘅初中組嘅一啲比賽嘅一啲嘅題目啊，咁咧就話俾初中嘅學生參加比賽，但係咧，如果你呢條咧冇高中學過二次函數圖像嘅理論嘅經驗咧，就都幾難處理啊！啊，因為如果你想做到呢一條咧，你一定要識得一條畫出一啲 function 嘅 graph 嘅理論先得啦。中四學嘅呢個主要啊。咁我哋睇睇呢條題目先啊，有一個 function 函數 y 等於 k 二次 x 二次加 k 括弧 x 減三 x 二次加二 x 二次加 x 加一啊，佢唔經過第四象限，但係要經過第三象限喎啊，咁咧滿足以上條件嗰個 k 呢個正整數最大係幾多？點解係四咧？啊，個 answer 啊！咁我哋首先咧就乜嘢叫象限先？第四象限啊，如果唔記得啊，聽我講啦。咁啊，將呢個坐標咧就分做四個區域啦嚇。呢個你叫第一象限啊，象限英文啊叫 Gordon 啊，Gordon。如果讀英文咧，學數學嗰啲咧就係呢同呢個字一樣嘅。第二象限就呢度，第三咧就呢度。第四咧就呢度啦，即係話呢度冇任何嘅曲線喺度嘅嚇，或者冇任何嘅線喺度嘅，但係一定要呢度有線喎。第三象限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首先咧要將呢一條式咧就變翻做拆開啲括弧去啊，將二次 x 二次啊擺落一組，咁應該拆開咗就應該係有 k 二次啦，減三 k 啦，加二嘅。咁至於 x 嘅一組咧，就應該係有 kx 啦，同埋 x 啦，呢兩個。咁即係 k 加一啦，就括弧 x。咁啊，最尾咧得個一嘅啫。好啦，咁咧就個圖像嚟講咧，二次函數圖像離唔開兩個形狀嘅啫，就係呢個同呢個啦。咁如果你有學過咧，就一般嘅形式就係咁嘅寫嘅。y 等於 ax 二次加 bx 加 c 啊，a 大過零咧就係向上嘅，a 細過零咧就向下嘅，記住啦吓啊。咁咧就所以咧如果佢係向下咧，咁應該有機會係經過第四象限啦，一路咁瀡落去係嘛？咁所以應該咧呢個 a 應該係大過零嘅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首先縮窄嘅範圍，呢個係大過零啊。嗯，大過零啊。咁咧因式分解咗之後咧，就係 k 減二啦，同埋 k 減一。咁呢條叫二次不等式啊。咁啊，Form 5先教嘅，一般嚟講啊，中五先教嘅。咁咧就當佢 k 減二、k 減一係等於零咧，喺數線上邊咧就應該係咁啦。k 又會等於一同埋二，但係而家係大過零啊嘛，兩個乘埋，咁啊得兩個可能性嘅啫。第一咧就係大過二或者細過一，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喺一同二之間個 k。
咁但係你可以測試一下咯。咁啊，如果 k 喺一同二之間嘅話咧，假設1.5啦，咁第一個括弧就負數，第二個括弧係正數，負乘正就唔會就會負噶啦，就唔會大過零嘅。相反，如果你大過二，揾啲大過二嘅數咧，同或者細過一嘅數咧，代落去 k 嗰度，咁咧就會大過零嘅。咁所以咧，應該就係呢個範圍啦。k 大過二，細過一。咁而家問正整數啊，最大值喎，咁應該都唔會試呢個範圍啦，係咪啊？試大過二嗰啲數啦，係咪啊？應該，咁我哋咪試咯，係咪啊？大過二開始，咁啊三啦，係咪先？三啦，我哋試嗱，咁啊代 k 係3內咧，就應該得出條式就係九減九就2啦，2x 2次啦，3加1就4啦。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樣嘅。得出個y 咧就係2x 2次加4x 就加1嘅。啊，咁咧，咁 x 嘅答案係乜嘢咧？咁你睇下冇啲因式分解啦。如果冇咧，你就用呢條萬用嘅公式去計翻呢個 x 出嚟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有計數機咧，計數機可以有個 program 咧，就可以 solve 呢條嘅二次嘅方程嘅。當佢等於零嘅時候2x 2次加4x 加1等於零啊。咁我哋試下揾翻啦。咁啊，B 係4啦，A 係2啦，C 係1啦相對於 A、B、C 分別就係咁你咪計咯啊啊-4加減咁啊 B 係4 2次，咁啊減4乘2乘1，咁下邊就2乘2啦，A 係2啊嘛，係嘛？咁啊即係-4加減16減8就8，係嘛？咁呢度就4啦，係嘛？咁你就誒兩個都係負數啊，因為你8係2點幾啊嘛，8個開方根你-4加2點幾同-4減2點幾咧，都係負數，咁你再除4都係負數，係嘛？咁如果係負數咧，會得出個圖像會係點咧？咁即係話兩個嘅 x-intercept 都係負數，咁向上個圖像，而咧因為呢個嬲尾呢個 number 係1啊嘛，即係 C 係1C 代表咧我哋叫 y-intercept 嘅，即係經過 y 軸個 y 坐標。咁佢一定係經過呢個一嚟噶啦，呢度呢一點。咁符合翻我哋嘅要求啦，唔經過第4象限，係經過第3象限。呢個第3，呢個第4啊嘛。但係係咪最大值咧？就唔知喎，可以再試下4嘅喎。今次咁代4落去咧，就會計到16就呢個6啦，呢個6啦，呢個變咗5啦，4加1，咁呢個都係依然1啦。咁我哋就當去呢條6x 2次，就加5x 加1係等於0嘅時候，咁 x 係幾多咧？咁我哋又計一計咯喎，係嘛？又計一計啦，6x 2次加5x 加1，咁呢個原來可以因式分解喎，咁詳細嚟講，我就唔因式分解啦，你自己用嗰個十字相乘法去做啦。初中嘅同學應該都識嘅。6x 2次就拆開2x 3x，1就拆開1乘1
咁啊得出嚟咧兩個答案，呢個如果2x 加一等於零就係負1/2啦，3x 加一等於零就負1/3啦。嗱，負1/2同負1/3兩個都係負數，咁又係得出嚟嘅結果咧個圖像都係咁嘅款噶啦。咁即係話4大過3嘅，咁即係4應該點解4答案咧？我試埋5就知啊。嗱，咁你代咗5落去咧，就會係楞住 x2次方嗰個咧，就係5嘅2次25，25減15就係10加2 12咯。為 k 係5啊，咁呢個5加1就6啦。嗱，咁你如果咧佢係等於零嘅話咧，12x2次加6x 加一等於零咧，你會因式分解唔到啦。第一啊，第二咧，佢如果你用嗰條公式咧，負 b 加減開方因 b 2次減 4ac 啊，你計到個 b 2次減 4ac 啊，呢個就呢個三角 delta 個 discriminant 就係 b 2次減 4ac，就會計到咧，台個 b 係66 36啦，A 係12，C 係1，你會計到係負數嘅。負數咩意思啊？開方跟負數係冇可能啊嘛。啊，咁啊即係話咧冇答案啦，冇 x-intercept 會得出嚟咩圖像咧？就唔係呢個咁嘅款咯。啊，得出嚟個圖像咧就係會係冇 x-intercept 就會走晒上啦。當然個 y-intercept 都係1嘅。佢就唔係經過第三象限咯，咁啊唔符合翻條件咯，所以 K 係5唔得啦。你再大啲咧，呢個數超大啊！呢個數超大，你代翻落去呢度咧，好就全部都要計出嚟都係負數噶啦。個 B 2次減 4ac 嗱一個數好大嘅話大過4啊，5啊6 7 8 9嗰啲唔使代噶啦，計出嚟都係負數嘅。咁所以全部都係你咁嘅圖像嘅。咁所以咧4就係正整數 K4就係最大值，而有滿足到呢條問題啦。咁呢條係咪？所以話咧，你要知道好多關於二次函數圖像嘅一般嘅知識先計到啦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咁就如 Sir 同你講嘅就講到呢度先啦吓。咁中意有套片可以分享俾就朋友仔睇噶啦。所以呢一條題目咧，我覺得咧 DSE 都有機會出嘅DSE 無論卷1卷2咁考緊 DSE 嘅同學留意咯。好，拜拜。